AI 发展长时间，根据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调查，发现国内有7成企业虽然知影 AI 会带动产业变化，却唔知影要安怎和企业经营结合推动 AI。生成式 AI 伫个全球滚价，随起人工智慧开讲机器人 ChatGPT 也出来，拓展更较侪人对 AI 的想象。今年台湾产业 AI 化大调查发现，企业对 AI 认知有明显提悬，不过依然有7成企业无法度成功跨过 AI 化的第一步。它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要怎么样跟企业的经营策略做结合，而且跟它现有的整个组织架构可以完全的融入。所以在这个部分，我们台湾的企业普遍比较缺乏经验。台湾在提供一些 AI 的硬体有我们的强项，可是我们自己的产业怎么样去用来提升我们产业的竞争力，还比较缺乏。根据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今年的调查，无接触 AI 企业比例为45.5%，降到39.4%。有 AI 基础认知的企业增加到31.7%。不过，实际导入 AI 应用企业比例无明显的增加。除了企业对 AI 推动意愿有限，也欠缺资料管理、品质管控的基本认知加数据基础。当然，这个 AI 科技会一直推陈出新，它变化很快。但是企业内部不能在那边等待，它必须要做一些扎实的训练就包含现有的人员要从这个AI 的一些原理，还有它的应用。必须做一些扎实的内训。培养人才、技术应用，什么拢是企业爱导入 AI 时阵可能会面临的挑战。经济部伫今年目标，希望伫国际上 AI 应用排名为去年11名提悬到14名，而且4年内要培养20万 AI 人才。学者建议企业除了加强员工培训，应该盘点即卖资料库，制定未来愿景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